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你好，我是阿德。在过去的特辑当中，你可能听过我专访来宾，但是这集小看无同款。这集是阿德接受家人轻松电台破歌秀的主持人破歌专访我的内容，希望你会介意。除了在阿德来开讲的频道收听声音的版本，也会使在轻松电台的 Facebook 顶端看到访问当中的影片。有兴趣的听友也会使在咱的节目的说明当中找到连结。好，当然就来听看卖，当讲我到底讲了什么。大家好，我是 Podcast 频道亚特聊聊天的主持人阿德。你今麦收听的是家人轻松广播电台 FM 96.9 Chillax Radio。咱做伙听故事，人欢喜，捌台湾学台语。轻松969 Chillax Radi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破歌秀，我是破歌。破歌今日真欢喜吼，邀请到一位最出名这个咱的 Podcast 吼，但是算破歌秀吼头一个这个 Podcast 吼来接受这个专访吼，是咱的这个亚特聊聊天的 Podcast 的 Podcaster 啊，咱请亚特吼来甲咱的听众朋友来say hello 一下。咱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特聊聊天这个 Podcast 频道的算讲主持人吼，嘛是主理人，就是负责规个频道的管理啊、经营啊，吼，同埋讲伊的内容。啊，目前内容主要拢是以台语为主吼，主要单元就是台语的故事，用台语来介绍台湾在地真侪即个风俗民情，或者是在地历史故事啦，吼发生过的代志啦。啊，当然啦，旧历7月啊，咱就会使讲较侪甲普有关系代志啦，普渡啦，或者是鬼仔古啦，一定拢有安尼。哦，真无简单诶，其实大部分人吼，即马除了听即个广播电台，然后较老一辈，咱即马吼较少年辈吼，可能是讲较新型诶，是讲广播2.0安尼，就是 Podcast 是讲吼，你若有订阅这个频道吼，你随时想要听吼，拢会使，毋是讲吼，这个时间过吼，你就听袂到安尼啦吼。是。但是吼，大部分的人吼，拢是讲哦，我来听就好啊吼。啊，但是吼，咱亚特吼，这个少年家啊吼，最厉害吼，听也是讲有这个发想吼，想要来做这个 podcast， 啊是啥物迄个原因吼，会使来做，想要来家己来做安尼跳来做。拄开始会接受到 podcast 蛮真早，只是讲迄时阵较无啥物节目，但是发现讲伊诶即个技术方面其实袂足复杂诶，吼，其实虽然要做，拢有可能做会到。那迄时阵拄开始嘛咧想讲，想要替家己留一寡你家己诶物件，吼，毋管咱替别人做工课，做偌久做人辛劳，做偌久，你总是做出来诶物件，佫较侪拢毋是你家己诶，所以一直想讲，希望讲有一寡作品是为着我家己做诶，吼啊，迄时阵就开始有起心动念要做你想即件代志，但是还袂讲正讲决定讲要做啥物，还是后来因为我去到传统市场了，吼，伫食公家头路啦，但毋是公务人员，只是讲食公家头路了，开始去换市场，咱讲传统市场，甲伊想讲，既然咱呢吼真济传统市场内底奇奇怪怪代志，大家拢讲啊，市场就有人情味，但是对一般人客是有，但是就是对消费者，
对咱家己即个阮的工作人员可能毋是讲都一定无好，但是阮看到的物件一定甲一般的人客无共款啊，逐个拢无一定了解传统市场内底到底伫创啥，嘛趁即个机会使推广啊，顺便骂一下咱的摊商啦，都 complain 一下，所以就是开始做即个节目，都开始是做即个做市场没东西，意思讲市场无物件，当然毋是讲真正无物件，就是来讨论甲市场传统市场有关系的代志，才开始起心动念安尼做。当然因为真侪物件有的物件较无方便讲伤侪，人个底下，所以佮我做甲一个勘站了，就想讲会使换做无共款的物件啊。后来经过真侪即个过程了，发现讲台语的内容。其实希望讲，互国较侪人知影，毋管是语言本身，或者是在台湾在地故事，到尾才慢慢变成讲固定落来做上大量的上济内容的，其实是台语的故事这个单元了呢。所以你就开始做这个 podcast 是做华语的吗？嘿，都开始是以华语为主，所以这个市场没东西是华语的。对。但是后来咧，专在做这个亚特聊聊天是完全是用台语的方式来讲呢。应该讲亚特聊聊天是我都开始做的这个号名频道的名，就是希望讲以我家己的个人特质，比如讲我工作顶悬拄着的代志，或者是我生活中拄着的代志，是我想要讲的代志为主题安尼。那只是讲头一个单元你做市场没东西，这个单元就是以我家己甲工课较有关系。是。那后来工课讲甲差不多，讲应该使讨论其他的物件，所以才开始做另外其他的单元有访问的单元，但这款的访问都是以这个华语为主，因为你用全台语毋是每一个人都像破关咧，咱会使用全台语开讲。后来甲慢慢发展，咱讲台语话故事第3个单元了呢。是。所以其实即马少年辈的少年囡仔想讲我家己有2个查某囝啦阮查某囝其实伊无啥会晓讲台语，听是可能我认为是50-60成是听有，但是你讲的练顿讲实在是讲无啥练顿，伊拢是用华语去翻做台语来讲安尼。是迄个阿公阿嬷拢笑甲变过安尼啦。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因为台语是咱的母语啦所以用这个台文台语来做这个 podcast， 其实嘛是应该是有一种历史传承，还是讲有家己有一个任务的这种感觉嘛？其实拄开始我无考虑过这个问题咧，是你想要讲台湾在地故事，因为对我来讲啦，台语、华语我的使用比例是一半一半比如讲我伫传统市场，或者是细汉厝内有阿祖的时阵，阿祖搁伫哩时阵，阮本来就是拢讲台语，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我自然就会晓使用的语言。甲华语无啥无共款，我家己伫切换方面是真正常真练顿啦至少未去顶打着，所以我就想讲，对我来讲其实无啥物感觉，我未特别去注意讲台语目前拄着的问题，讲实在，是因为到尾啊伫做台语话故事的时候，我伫咧想讲，我要来讲台湾在地一寡风俗啦，在台湾在地故事，台湾的认同的时阵，我用什么语言才是上适合的？才想着讲，我讲的这个故事其实用台语，才是真正好得表现出迄个款的开口，迄款的感觉，所以才开始用台语来讲这个故事。那你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嘛，慢慢会拄着较侪无共款的人，甲真侪人直接了，慢慢就发现讲，原来台语有。伊拄着的问题，其实应该讲所有家己的咱的本土语言所有的母语、族语拢共款，拢会拄着真侪即款语言可能伫消失的问题。才会发现即个问题无，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本来无感觉，因为传统市场内底台湾拢讲台语我连放上我是讲台语，所以我无感觉。咁是注意着即个问题了嘛，知影讲有真侪人即几年来有真侪人伫推测伫。到要互这所有咱的母语啦、咱的族语啦，拢会使慢慢互人去重视转来所以加注意了这个问题。想讲，既然咱做的就是台语的内容，当然嘛爱来做伙来做这件代志，慢慢甲除了内容以外嘛，台语这部分慢慢会甲掺入来，包含着台文，互大家听，你听了介意，听了有好耍的故事，内底讲到一寡词，我希望甲你介绍的时阵，我毋是干那用声音嘛，有当时会写伫像 Facebook 顶管，对，那你干那看到字，你总有法度念袂出来嘛，我无可能随时咧甲你录音，所以这时阵就希望讲大家若学会晓这拼音的方式，你一看你就知影哪念嘛，你咱就会使有更较济互相交流的方法，再慢慢去推测着台语。
一部分。了解，所以其实啊，拄仔亚特有讲着讲，伊是你即个传统即个市场来做服务啦吼，来食头路。是啊，所以吼，伊讲台语其实是做正常的，因为吼，你市场大部分的即个迄个市场的头家拢是用台语较济啦。是，所以嘛是做主人的，所以其实对你来讲吼，你毋是讲吼挑工去学即个台语台文，你就是主人甲。阿公阿嬷阿祖吼，甲你的工课环境，所以你就自然拢会使讲台语安尼。咱当然会使分两部分啦，就是要听甲讲来讲，当然是我自细汉甲大汉都会晓，但是咱嘛知影讲过去并无伫教即个咱讲台文或者就是讲台语的文字，吼，毋管是读还是写，其实过去是无即个教育，所以当然我就是嘛是共款听甲讲是上正常，但是要用字。主要是因为开始像我伫市场要放送的时阵，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若够写好，但是我可能要宣传什么物件，希望咱的摊商知影。我希望这个内容是大家感觉趣味新鲜的，所以我可能会写大家拢爱倒句，拢爱押韵。摊商会想，你这个想要讲啥？伊个愿意听，无用心理，也无插你讲啥。所以有这个期待啊，讲这个要讲什么笑话安尼啦。是，所以你就要去想，但是想好了，你要安怎写落来，因为你无可能一直记忆读起来，第一定是写落来。有写的需求的时阵，发现讲，文字咧，甲去注意一下，甲知影讲其实台文有台文，目前伫台湾有一套即个标准的用字。当然有一寡字大概还真会使斟酌的所在，但至少你有法度写落来，本身最重要的。甲我开始去甲看，但其实我嘛必须要甲咱所有即个听众朋友推荐一下，讲其实学台文字足简单的。你若是台语听了济，讲了济，你自然尤其有较有会人，可能伊看有字。就是一般的文字看有，伊台语嘛真好的情形来讲，你要学这字其实一时啊尔，因为大部分字拢差不多啦，咱学的一般的华语的汉字拢差不多，只是你嘴念出来，你安那甲改成你要爱的迄个发音的字，其实是真简单一时啊你都会晓啊，所以我就是家己摸一个，我想讲大概我知影希望讲，互我写落来物件，我知影我要读啥物爱读出来，所以就安尼就开始接受讲台文的字大概安那写呢。其实我认为亚特的智商嘛真悬到有办法，一时啊就转过安尼啦。其实应该是无遐简单，但是我听你安尼讲感觉你安尼合适迄个台文的字你对你来讲无啥物困难着。所以其实拄有讲着讲你传统市场嘛是爱广播啊放送啊讲算迄个讲一寡代志，公布一寡代志安尼啦吼。除了敢会使来讲凊彩来讲一段安尼啊？敢有办法？我会记你手机内底，但我家己头壳无，我会使摕手机啊看无？当然啦，有记录了着，即摆就是因为有文字会使记录落来，才有办法安尼讲啦。但是讲你若无台文这个文字甲记录落来，你就讲过，其实讲过就袂记哩啊，你无可能甲记录落来安尼啦吼。对，你自然就是一定会愈来愈走气嘛，你讲久你嘛会走精气。无毋对吼。我讲一段就好啊。麻烦你哦。之前是拄好有电视台采访时，我为着因特别给我准备一段因就讲比如讲我讲。比如讲咱伫轻松电台嘛，咱有做轻松市场好啊，我就讲可能讲轻松市场广播，轻松市场广播。各位亲爱消费者朋友，大家好，后日就是3月15来9位，人讲初一15有拜有保庇，各种奖品市场拢甲你传济备，互咱的消费者款待真轻易。三星都爱专鱼专家甲猪肉，着海空的保庇拢总无前差。四果着时自然饱甜阁好食，澎湖平安柳丁熬生囝，现代人无禁忌。过节时有兴食啥就买啥，就像安尼，就是有当时是宣传互消费者知影，有当时是宣传互市场的这个摊商知影。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传互这个消费者。嘿，对，传互消费者来拜嘛吼，初一15的部分。但是咱这个月是这个旧历的这个7月啦吼。我有看到你的 FB 顶管有讲吼，你有替这个菜市啊吼来念这个。文素素文啊可以对但是咱基本上以往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华文来念，若是讲用这个台语来念其实嘛是爱去甲迄个华文的字甲改写安尼毋是讲照念就真正念会出来。
我毋知影文素有华语的咧。无吗？可能我系环境的关系，我自然拢是我念过华语的呢。原来这是有华语的。所以我都有看你的面的，看你面个反应啊怪怪的。我说，这有人念华语哦。我想讲，这拢是念台语的，我自然就用台语写念台语。我以前你迄个公司的时阵啊，有迄刚嘛是要破的时阵啊，你讲啥物念啊？无你来念好啦，我嘛无啥准备，我就念啊，我是用华文的。我真正毋知华语的版本，因为说文我家己写啦，大概参考一下啊，过去一寡写法啊，家己调整，因为你无共单位无共需要嘛，都我家己写好就家己念啊。我本来就是用台语去思考台语写，所以用台语念本来就是一体啦，对我来讲，所以我真正无想过我有华语的版本，应该是有啦，因为我有念过是是我念的是开讲，我嘛袂记得，但是意义共款啊，就是甲新兵兵部啦，啥记就顺序嘛，应该是啊。因为我毋知华语伫咧念作文的时阵有啥物无共款的腔调啊啥啦，但是咱若是台语伫念，甲一般讲话像我当时讲话方式，可能都会无共款啊。内底当然有真济较好听啊，是较祈求平安啊、顺时吉利的词甚至是阮咧讲日子，可能念法嘛会小可无共款，所以迄个腔还是咱讲开口，因为台语常最重视咱讲开口即个物件，咱就会讲到即个，比如讲有一个词诶写即个两行带吉日，但咱就是安尼讲，但是一般若是伫念作文，可能会讲两行带吉日，你个腔口无共款，是中华民国，比如讲今日几月7月初七像昨昏是青牛马生嘛，所以都当然这较少伫念作文啦，一般是普渡较正式较会念啦，但是就是会念这个日子啊啥，咱这个念法咧小可无共款啦。对啊，讲到这个青牛马，你嘛有讲到吼，这个青牛马生，你有特别讲一个故事吼，跟那你有做一集是安尼啦吼。另外就是讲咱嘛，这几天吼，这个美国的这个佩洛西来啦吼，你嘛有讲伊是美国的这个美公嘛。这西王庙嘛，西方来的王庙娘，较是西王庙。因为西方来，无唔对。西王庙美公嘛，美公嘛拄走青牛马就来啊，拄接煞来安尼。安尼接真正是做适合的安尼啦吼，无简单。其实咱知讲迄个亚特是伊兰人啦吼，所以伊兰其实有足侪台语的迄个腔甲其他吼台湾讲台语的所在腔有足侪敢若是较特殊的啦吼。有一寡较无共款的所在，当然大家较知影就是食肥配肉类嘛。对，主要是因为宜兰早期来开垦的时阵，高城以上拢是这个，像我讲以上，都毋是讲以上吼，这就是漳腔。大部分拢是漳州人为主，所以保留了较侪老漳腔。当然毋是完完全全的正漳腔，但是保留较侪老漳腔，所以宜兰伫讲话，若过去较传统的台语听起来，会甲其他所在较无共款。其他所在咱大部分讲漳专南，真济漳腔甲专腔南做伙，变成一个新的咱讲台语。当然各地各小可无共款的讲法。那以全台湾来讲，保留这个特色上明显的，就是宜兰的漳腔甲鹿港的专腔，两个讲话方式都拢完全无共款。那其他的所在就是漳腔专腔南做伙安尼。那主要一寡特色，像咱刚刚讲的。这个音的结尾定定拢会有微，这个变成这个发音。比如讲姓姓黄哈，姓我哋讲姓黄，姓黄，食肥配肉类，难免要来对。我哋讲话的腔都无共款，但我个一寡无共款来像咱讲冰熊我讲冰翔比如讲勉强，其实我是讲勉强。就是勇的音嘛，变成样的这个音，等等的真济无共款的对应啦。当然，还有一寡是当目前台湾各地有伫使用，因为漳泉南来讲，大部分是较瓦漳腔较济。因为大概漳腔伫咧漳泉南内底，台湾内底也是较优势一寡，所以大部分的腔咱听到的是较瓦漳腔，但是毋是全部。所以听宜兰腔，我想大家至少个小可能听有啦。但你若听鹿港腔，这个专腔就可能有人讲听无啥有伫讲啥，因为伊都是较瓦老专腔的感觉。是。其实为这个拄仔亚特讲的这段来讲其实为这个
台语是伊诶母语吼，安尼自然来讲甲后来吼来做即个 podcast，其实就慢慢我感觉，这亚特真正是对台文吼，毋是讲台语尔，对台文是有研究诶呢。因为你听伊讲即段吼，足自然诶，但是吼，你就知影讲伊迄已经拢是你伊诶头壳顶啊内面吼，足自然诶讲即段即个讲宜兰然后彰化吼，即个腔诶即个差别啊，对伊来讲嘛是无啥物困难，所以其实。我感觉你的这个功力哦，真的是愈来愈厉害啦。这主要是因为咱家己做这部时阵会去了解不同所在的发展甲历史，你就发现讲哦，其实咱每一个所在的腔口，其实就代表着当初是包含着因的人口组成的方式，因发生过的历史，因的地理环境，所以你会使为一人的母语腔口听出讲。因家己厝诶，较早是住山边，也是住海边啊，也是住咱一般讲平洋，就是平原地方哈，或者是靠我海口，也是伊厝内即个大迄个所在人口组成诶比例，啊，这比例拢甲你诶即个历史发展拢有关系。所以像讲平台北来讲，伊可能到即个三一腔是较我全府腔诶三一腔，像艋舺就是啊，若是像较我大场店，迄是即个东湾腔、同安腔，啊，连做东湾，较早是即个下门诶一半，甲金门诶一半吼。所以两边平嘛是拢算全腔，但是因诶全诶方式佫无共款，所以大家听因发音讲话方式，若是较传统诶讲话方式，会使听得出因过去住伫倒位。咱伊住伫倒位嘛，甲伊过去历史有关系吼，所以伫做台语诶故事，伫讲台湾诶故事了，才慢慢去注意着遮物件。对啊，无咱即段来讲一段即个介绍一下你即个较上重要单元哦，即摆是台语话故事即个部分啊吼，即个。即摆已经做侪集啦吼，做目前上线应该是57集，57集这无简单诶，因为你每一个故事拢爱去研究佮了解伊诶即个背景啊，毋是讲凊彩安尼看，而且你诶即个应该讲你诶即个故事吼，是你家己去发，应该讲去找来。还是讲来源其实真济，第一你爱看足侪册啦，啊去并册才有一寡灵感。第二是有一寡你家己在地，尤其比如讲甲宜兰较有关系，可能真济是我过去几十年来，袂使讲几年，真济年来累积落来的经验吼，啊，有一寡我生活中注意的代志吼，啊，另外就是有一寡是你另外嘛有一寡较时事的，可能最近有啥物款的代志啦，吼，大家伫讨论物件，或者是讲甲即个节日啊，可能甲中元节啊啦，或者是咱讲七娘妈生，像即个时阵是中秋吼五日节吼，即过去可能伫创啥，咱重新来去研究一个讲过去台湾也是就是过年的时阵，像这两当都大家较爱讲即个过年毋是年兽嘛，咱台湾都无使呢。以前细汉的时阵定定安尼讲，但事实上就是另外一当都较新的讲法，大家都你讲即个丁醮的故事嘛，这两当都较直接讲丁醮的故事啦啥，其实真正济啦，有诶就是像即个都市传说，三不五时嘛有，就较我近代像。电影迄个咒，迄电影，像即个串流平台迄个伊诶故事原型就讲是来自高雄一个事件嘛，咱就去了解一下讲，即个事件摕来讲故事袂歹吼，嘛是台湾在地是较近代诶，就甲来讲即个故事安尼嘛，拢有来源真济就有影。当然宜兰诶部分真济是我家己生活当中观察到，发现讲，比如讲有冥婚，就是东港仔婚，娶几仔某即款代志原来是。猛开讲，早晚讲，竟然遮济哦！你都基本上你若是你路会拄着，你也凊彩问一下吼，讲伊毋知影，你叫伊等问出来，基本上应该是有70%以上你拢出来有，你拢拄会着。你无啥物路会拄着，弄着人，你都可能因兜拢甲这有关系。像我个市场内底嘛有像有家己有娶诶。娶东港仔婚诶，就是伊娶民妻啦，吼，就是几仔某诶，嘛有大姊是几仔某诶，嘛有新妇是几仔某诶，所以啥物款诶拢有啦。就其实足济次平常时阮袂提出来讲，但是事实上就是真济都一样。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吼，但是讲娶几仔某了伊哩用世间敢会佫会使娶某？
会使，有诶是我本来就已经有娶某，但是搁娶几仔某嘛会使。嘿，因为一般较早咱讲捡红包嘛，落诶红包毋通捡，有无？系啊。但是既然无得捡红包，就是，但是既然无得捡红包啦，阮诶同工粉是明媒正娶，就是有人来厝诶讲亲情，有查甫有诶有兴趣，有诶是。对，兴趣都毋是讲有兴趣娶过，无是伊可能对即件代志有需要，有诶人认为讲会使改运，有诶人讲有即个较好运，等等真侪原因啊。那查某是因为这当然对女性较无公平，就是讲有即个咱讲厝内无菜糕，就是查某囡仔若无结婚，其实是无法度菜伫红架道顶诶，神桌顶原你是无法度囥诶。所以甲一个岁了后，比如讲若足细汉就过身啊，甲14岁差不多认为讲通啊结婚啊。都会替伊去找一个红互伊会使嫁去别人兜，伊才有法度有一个排位，有法度踩伫人诶公妈听呢。原来是安尼啦吼。所以无听亚特安尼讲嘛，毋知影讲吼，即个冥婚吼，你依然吼，迄个遮普遍啊。阮兜嘛有。原来如此，真侪所在拢有，依然世界拢是。有真侪人甲我讲，我毋相信，听了伊倒来问因个因老爸讲，啊，恁阿嬷都有啊。我都常常即款诶啦，你家己人去拜，你毋知影尔。原来如此，这里台北可能较无遐普遍安尼啦。无一定哦，无一定哦。明媒正娶啦，明媒这样出来，即款是确实是依然的特色啦。我讲你电视有看人安尼搬过安尼啦，这属实我电视有看过安尼啦。其实讲到这样，这是这个传统的一寡故事吼，亚特我感觉吼，做有新的吼，家己安尼做甲50几集吼，来画这个故事的部分吼，用台文安尼，真正是无简单，而且因为即马虽然说咱教育部开始讲这个推广这个母语啦吼，所以这个国中啦、高中哦，慢慢，敢若是今年会开始讲来讲一定爱来学习这个母语的部分，本土语言的款。对，所以以前小学本来就有啊啦吼，敢若国中甲中学敢若是今年要开始安尼，所以其实吼，这个台文吼，其实咱愈研究应该是讲一个愈趣味，有感觉讲伊做特色的一个语言安尼啦吼。所以像最近啦吼，最近因为今年年底是要选举嘛吼，所以最近这个咱这个台北市长选举嘛是大家吼拢做热烈拢咧关注安尼，所以吼迄个民进党有杀出咱的进前的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吼，中吼常常会讲一寡有诶无诶，雄讲一寡金句安尼，但是伊嘛常常会绕台语安尼啦吼，毋是拢讲华文安尼吼，有一讲吼，有讲说个智商吼，伊讲。智商是这个智商的台语要哪讲？弟兄啊，弟兄，伊是讲智商还是讲弟兄？我袂记哩。因为我无去看伊教授访问说，我毋知影。那依然去我讲弟兄啦。好，依然去用弟兄啦吼。好，那我们讲智商吼是囡仔的代志。好，伊讲吼囡仔人较有迄个咧讲这个代志啊，意思吼。所以其实伊讲这个。我有看到你顶过有来解说吼，这个卡这个问题吼，这个是讲卡是讲吼比较较济还是讲较少的意思还是？其实我拄开始看这是看到这个什么有一本即当地讲台语的文化的这个一本册是老先贤，应该是叫做老先贤的老师伊出的嘛，伊拄好看到伊伫分享这个物件。伊就是伫讲内底文化的物件，所以伫讨论讲到底但是中伊到底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吼？因为即个文化咧有无共款的解读的方式，但是因为有拄好讲着财吼，伊华语写财即个字，我才都用去想着说确实，因为咱讲卡那其实有几落的意思，比如讲
那 A 嘛用卡有一寡所在，比如讲我卡会安尼做，意思是讲我哪会安尼做，对，我哪会安尼做。那当然有一款是讲我卡会去甲讲，意思可能只是讲我才会去跟他讲，你若甲我讲啥，我卡会去甲讲，我才会跟他讲。但当然另外一款就是比较的那个比较的较，虽然讲我卡无安尼去做啦，我比较没有这么在做，对，我白白都差不多讲的意思拢差不多同款，但是我因为这个字代表的意义无同款，因为一般来讲卡是比较的较没有错卡，但是因为真济字伫家己发音是嘛变化有一个变体，所以咱当讲的这个才啦或者是哪啦拢是到尾定伫台语内底拢会用卡有基本共所在啦，所以我哋想讲这几个字表现出来的感觉都无共款啦。当然大概啊咱伫幼语迄句话，当然咱大部分都解释甲等讲迄句话到底讲啥。卡安那做安尼做，可能那这个音的意义较无所以主要就是才或者是较，所以讲囡仔人地乡这个物件是囡仔人较会去讲这个物件，都变成有两款的讲法，就是囡仔人才会小朋友才会这么说，还是小朋友比较讲到小朋友的事比较会这么说。当然这两个意义无差较远的，讲实在囡仔人讲远啦无差较远的，但是差伫倒位就是我认为甲这个特质有关系，就是咱若讲我才小朋友才怎么样的时候，咱是就绝对的，就是我就是安尼认定的嘛但是小朋友比较会怎么样，就是讲小朋友会使囡仔会使，但是大人嘛不是讲拢袂去讲啦就是较保守一寡，这当然就看咱家己对讲的人的这个伊的特质的一寡想法，因为嘛无解释变讲咱各自来解读，就是讲到底伊是较绝对的讲法，就是讲囡仔人才有伫讲这个代志，或者是讲囡仔人较会伫讲这个代志这是讲若是以既然来讲，阮这三字是会分开的，阮较袂去讲我较会安尼想，是我就是我一定是比较的较，阮才会伫用卡啦，但是因为有的所在是这几个字拢会用这个发音，所以就看咱大家安那解读啦。所以台文一字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这个解说方式安尼啦看你要安怎前后文还是讲你这个开口是安怎讲？你字无写落来，我都毋知。其实我嘛有当时我咧想啊，有当时是讲我想要安怎讲，其实但是你讲出来无的确有会走进去，毋是迄个意思嘛，有可能当然嘛，有可能对亚特安尼安尼。今嘛讲到这阵咱今日访问的是这个亚特聊天的这个 podcast 亚特以前伊讲我知影伊是宜兰人啦但是今嘛讲落来迄个伊的台语真正是宜兰腔对我来讲足重诶。因为今嘛有详细来听你讲的一寡迄个字的音嘛真正是宜兰腔安尼，我平常时拢袂想到诶。不过本身是嘉南人吗？我毋是，我台北人。对，所以你感觉起来较明显，因为若是嘉南人，因为过去嘉南伫挖这个像三条岭啦，还是较海岸迄边过去，因为这个漳州人真济住伫遐，一部分就是伫嘉南刷到嘉南来，所以嘉南人伫听宜兰人讲话，有当时会较哇一撮，较袂离遐远的感觉。对，但是台北因为转腔较重一寡啦，不管是艋舺啦，还是这个大稻埕迄边就是拢小可无共款。但是有当因为台语内底无。当然，因为第一是咱语言参纳嘛久遮侪年来，第二是嘛受到华语的影响，像我拄仔家己嘛，就算我家己有自觉嘛是会讲，有当时三不五时久久嘛是会讲出一个，比如讲妈啦爸啦其实台语原本都无这个用法，但是无自觉我嘛是拄仔像我问你讲是毋是这个嘉南人，我其实只要问讲你是毋是嘉南人都会使，但是我无自觉我嘛讲出妈这个结尾我家己会去自觉这件代志，但三不五时嘛是佫会补出来啦。但是我有当时我当然会使用较一般的腔口伫讲话，较我大家我较听的腔口，但是因为我讲每一个所在比如讲我定定讲我是宜兰人，我希望互大家了解宜兰的过去的文化啦历史，所以我定定伫讲台语的时阵甲我家己的腔口放较重一撮，互大家去理解。但我定定补充，比如讲这是宜兰腔是安尼讲那讲互大家了解讲原来宜兰腔是安尼，毋是干那食饭配卤卵尔真侪无共款，像阮伫讲的词有一个咱讲
查甫囡仔诶迄副生理啊，咱小朋友囡仔诶时阵咱咱当囡仔拢安怎讲哈？我嘛毋知当囡仔安怎讲。囡仔，嘿嘿，囡仔讲鸡鸡小，那台华语讲鸡鸡嘛，讲小朋友鸡鸡跑出来，然后囡仔可能无穿裤膝盖走安尼。但是伫台语内底，宜兰诶台语内底，阮有一个足特殊诶用词吼，做姑姑。姑姑，嘿嘿嘿嘿，我就讲，姑姑走出来啊！你囡仔裤拢无穿，姑姑走出来啊！啊，你姑姑那边叫啊，这个托起，或者就有一个特殊的用词啦、发音啦，拢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因为每一个所在发展历史无共款的。你真正是在地人，甲有办法讲，甲有办法听的那个姑姑哦。嘿，啊，像我那说。天气呐，较寒时穿伤高，穿甲圆滚滚，或者讲穿甲足布鲁，嘿，布鲁听起来足古锥安尼啊。当然，其实确实过去有即个词登记落来，只可能宜兰留较久啦。这词照你讲，毋是敢若宜兰有吼，伫咧台日大词典内底都记载啊。只是讲伫宜兰，我细汉时还会听着讲，穿甲较布鲁安尼，但是我发现讲伫其他县市拢无听过，所以到尾才去特别去注意一下，讲咱每一个人生活你的家乡吼，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特色、生活特色、语言特色是啥物？希望讲大家嘛有机会使去观察一下你家己生活当中的这个特色安尼。真正，我感觉亚特除了吼，这台语讲啊做溜的以外，我嘛感觉伊其实伊做这台语的讲的部分吼，其实吼其实是传统甲迄个现代吼难做伙呢。是。我感觉是安尼，因为我感觉你讲的，我详细来观察吼，我详细听讲你的讲法，有做在所在其实是较怎么讲较老牌，但是你个南即个现代所在，所以是迄个新的甲旧的吼融为一体安尼吼，拢你身躯顶安尼，我是安尼感觉啦吼。其实亚特，你个就是讲你即马主要即个亚特聊天即个 podcast 主要是你讲即个一个台文即个话故事即个台语话故事即个所在的。来甲咱来分享一下讲吼，你除了讲对宜兰的即个部分以外，你即个你的故事会使分享一个较最近的故事吼，小可免伤长啦吼，互咱分享一下，敢会使？较最近的故事，我想是讲无你拢会使，无一定讲伊个最近安尼啦。像咱拄则有讲到宜兰的东港仔粉吼，这就是宜兰的特色，包含着讲宜兰的嘛可以讲即个柑仔兰的故事好啊，就是拄好咱8月1号过无偌久嘛，8月1号是台湾即个原住民族日，台湾原住民族日。那当然以前拢是最近这几冬才有来定即个原住民日嘛。台湾民族日其实10外冬啊，主要是迄个伫咧咱的宪法征收条文内底有做即个特别去注记即件代志，讲过去咱常讲三包吼，等于讲最后甲证明吼改成原住民，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款讲法。所以到尾都是因为即个真有纪念性的一天啦，拄好是正式宣告是8月1号吼，所以就是伫咧8月1号即天定做即个。甲定做即个原住民族日，迄时拄好甲即个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吼有一个合作，就讲咱来就互大家来讲即个原住民的故事。我想用台语来讲原住民的故事，敢若毋知会使无？但是我就想拄好伫宜兰嘛，宜兰的平埔族是属于即个柑仔兰人，柑仔兰人目前伫咧宜兰较少吼，主要是伫花莲的即个新社部落新社。丰滨乡敢若是一个所在吼，因迄个所在较济一寡，到尾拢迁徙到遐去，所以我想讲来讲一下柑仔兰的传统的故事。以前当然版本拢真济吼，这来源的版本，但我迄时用的版本是即个有一对兄妹啊，或者是为即个南岛迄个所在来吼，因为平埔族的故事大部分拢是为南岛过来的。是差不多伫1000年前左右吼，比咱早真济。来到遮了，兄妹大家都讲好吼，兄甲小妹讲好讲，咱各自去找适合的土地吼，来到即个平原即个所在，找适合的土地，咱各自来种植就对啊，来种遮个你要食的物件啦，等等安尼，大家来分开吼，莫互相去顶塔着，大家各自发展。
到尾阿兄拢找无啥物较好诶土地，但是小妹较厉害，就找着一片土地去挖水窟那边，即个土壤真肥啦，吼，土壤很肥沃，土壤真肥安尼，伊就讲即个所在袂歹，身躯穿即个卫士裙啊，围裙啊，做卫士裙啊，想讲做一个记号吼，伊个带伫边即水窟那边诶土地，边即个草埔就是草丛啦，草埔顶悬甲拍甲做记号，对了，甲即个阿兄讲吼，阿兄有做道理论。都袂记你补充一个伊诶名吼，阿兄有做道理论教我，即个小妹号做小妹号做啥我想袂记，但是伊拢生教我啦吼，但即个名诶生法都真正阮伫即个讲台阳泰雅人诶时阵嘛有讨论过，就是讲因诶名后壁一般是对老爸诶名，因无用姓即个概念，因是用老爸诶名。比如讲，假使讲你诶名做破哥，安尼你诶查某囝就是好一个名了，后壁佫记一个破哥，讲这是破哥诶查某囝诶意思，就大概是安尼。就是小妹等于就甲即个阿兄讲，我找一片土地真肥真水。我就到时阵要来遐做事，我顶悬有即个草啊吼，我有拍干吼，你若经过有看到，知影讲迄地是我占落来啊吼，你都无甲我抢，遐就继续无代志问讲，是大概伫啥物方向吼，你甲我讲一下，我至少莫向迄边去吼，较袂去影响到你诶即土地安尼。咁伊就小妹就甲讲了隔工阿兄就挑工向迄边去吼，继续找着迄片土地，伫即个倒来吼，草啊就先甲扑落吼，甲伊拍个记号甲扑掉，继续讲无即个物件，伊想讲我嘛拢找无好土地，我想要占即片土地。等了就甲小妹讲我有经过迄个所在，但是都无你讲迄个记号咧，我想讲可能是无共所在啦。我今日嘛看到一片真肥真水诶土地，所以甲迄个土地占落来啊。迄小妹是听到想讲安尼大事不妙，绝对有问题吼。伊就甲阿兄做伙去，讲无紧，我甲你去看吼，去看伊就讲这片就明明我占落来诶。阿兄都无我都无看到即个草啊顶悬都做记号啊。但是小妹一看才讲这草啊互扑过啊嘛。就敢咱两个人来尔，毋是你扑咧，无相扑咧，想嘛知。但是伊嘛无甲伊争，伊就去边水窟那边，咱当讲伊甲卫士棍啊带伫咧土地，所以就为土地甲出来讲。真正你总会熟悉吼，我当然伫穿诶卫士棍啊，我早就做好记号啊，吼，两个就处都关系都拍歹啊，吼，两个都讲你这个牵婚这个计较吼，小妹我讲你安尼甲我偏，所以两个都各自要分开，小妹就足生气讲，好，既然安尼，这片土地我买啊，你若要爱扭你，我买留伫遮吼，加伤心诶，但是自处咱就拢莫搁见面啊，吼，就等于即个稳断义绝啦，吼，所以两个都分开啊。小妹隔壁就是听讲迁徙到即个花莲的北边吼，变成即个太鲁阁族后来发展伊到我山顶啦过来就是即个阿兄的后代咧，就伫咧宜兰即个柑仔兰即个所在生团变柑仔兰人吼，就柑仔兰族。柑仔兰人因为住伫即个平洋地方，伊是种稻啊，迄时阵种稻啊。但是太鲁阁因是咧半山腰以上吼，所以因是种即个台啊就是小米吼，所以两个都无共款。有一工即个柑仔兰人咧，就到山顶了，发现讲山顶有人咧，就去遐探看觅，到说互掠去，一掠起来掠来进门就知影讲这就是当初是阿兄的这后代，然后都非常无欢喜，因为祖先有交代吼，经过几落代啊嘛，所以祖先无直接讲这阿兄上讨厌吼，所以都甲因抬死了对啦，甲这个柑仔兰人，柑仔兰人后代抬死了，出来人就走转来吼，走转来了就讲咱来人互抬死啊，咱去探一下都互抬死，然后两个自处就结冤仇，所以柑仔兰人就一个禁忌讲自处以后吼，这个太鲁阁族因山顶的人种的物件咱买吼，所以咱会使种稻啊，袂使种台啊，吼，所以柑仔兰人袂使种台啊，就这个故事。当然这就是因过去传说的一款版本啦，吼，就是包含着讲因的族群来到台湾了后一寡迁徙的方式啦，族群的变化啦，或者是因是为这个南岛来的等等，在用故事的方式来记录因过去的历史发展安尼。真正是足精彩呢吼！我安尼听起来拢无迄个，就感觉说这个故事足精彩，所以我若是讲来大家吼会使来听这个亚特聊聊天这个 podcast， 一定会学着足侪无论是讲这个台语、台文，还是讲台湾的故事，尤其应该宜兰的故事是占较侪啦吼。有一定的比例，台南嘛有关于台南发展了早，所以故事像咱讲清代虎城三大奇案，什么拿刀子啦、单手娘啦，还有这个关南鸡小金，像这个故事是
一定拢会讲到。啊，即届像咱因为时间拄过，即个青牛马生因为台南上大开龙宫伫做16岁，即个代志上有名啦吼，伫五条港迄个所在即个活动，所以嘛会讲到真侪台南啊，其他县市嘛拢会讲到，但是因为时间嘛有限，一撮慢慢做，台湾的故事就侪有真有通做啦。是啊，我会记得亚特嘛有互人邀请去上即个电视节目啦吼，即个海海都咱先生啦吼，迄讲嘛是做真趣味啊吼，即个录影安尼啊，录影经验真趣味啊。录影毋是头一届，其实用台语是头一届啦，台语是头一届，对。但是因为还未播出，我跟你还未播出吗？还未播出，我跟你讲实在，我嘛无啥敢看。我嘛毋知表现啥讲，我嘛无啥敢看，但是就是因为我有准备过，所以伫讲的时候会较顺时吼，就使一直讲落安尼啦，所以到底内容是安怎，我嘛都毋知。等你播出甲我讲，期待一下安尼啦，一定爱来准时收看。我家己会串呢。所以今日真欢喜邀请到这个亚特吼，亚特聊聊天 Podcast 的亚特吼来甲咱吼来讲一寡伊的这个Podcast， 无论是讲伊 Podcast 的部分啦吼，伊工课吼，你传统市场的部分，还是讲伊对这个台语吼才有心吼，真正吼即马完全是用台语来做这个 Podcast， 真正这市面上应该无介济啦吼。有一寡袂歹，但是当然你若甲华语比例是完全无得比啦。是有，所以嘛是需要吼，就是讲吼有心的少年人吼，到底来拍拼吼，咱的台语会使继续来传承落去吼，搁较侪人会来了解吼，台语是遮水的语言吼，较侪囡仔会使来学习这个台语。现在最重要，因为即马像顶届有访问即个郑顺聪老师，伊嘛是伊有出册啊，但是伊的册就是讲感觉讲，即马囡仔是较袂晓讲台语，所以伊用即个较简单的方式，互囡仔会使来学习即个较咱的生活中的一个语言安尼啊。所以其实咱嘛爱感谢即个亚特吼，真正是做认真做拍拼来推广这个台语文这个部分啊。所以你对家己有什么期待吼？还是讲你是就是安尼顺啊走落去安尼啊？其实因为拄开始伫做Podcast嘛，无考虑过讲我到底要甲做成什么款啊，只是讲因为愈做感觉讲真好运是你若愿意去投入，你会拄着搁较济甲你共款有一寡想法的人吼，所以会使熟悉真侪朋友圈，对我讲陈顺聪先生吼，或者是其他无共款的人，包含咱电台诶在种种吼，对，拢共款会使有即个机会，因为即个 podcast 会使熟悉真侪，我感觉足趣味，足有兴趣甲伊开讲的人，所以讲聊聊天嘛，吼，来开讲就是希望讲甲人开讲安尼啊，即内底当然有真侪收获，学着真侪物件，我讲这对我来讲是做 podcast 上大的一个动力，当然真侪咱听友会欢迎啦，吼，甲我讨论或者是甲我讲因真介意听节目，对我来讲嘛是拢真好的即个欢迎安尼。但因为若要讲要希望伊发展成什么款的。我希望伫 podcast 内底伊会使成为台语来真重要的一个频道，或者是品牌，我毋知吼，就是嘛有伫想，但是目前无讲足明确讲希望伊发展成什么款当然嘛欢迎大家互一寡意见对啊，我认为这个亚特这认真啊而且伊的这个对台湾吼才有感情吼，所以我认为这个伊应该后壁这个 podcast 有更较大的发展。无的确吼，以后不只是 podcast， 有可能嘛是来主持电视节目。咱来先期待一下，你迄个海都咱城市内面的这个有啥物笑亏的情形啊？我已经袂记你了啊。对啊，应该还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代志啦。是。好啊，咱今日时间嘛差不多，咱非常的感谢这个亚特聊聊天的亚特来到咱的破歌秀吼咱希望后届吼。有机会使来邀请到亚特来讲一寡更加深刻的故事，还是讲台湾的故事？没问题。好，咱谢谢亚特，谢谢。好，谢谢，拜拜。